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仔日的下暗新闻，我是杨淑晴。新闻开始，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总统蔡英文的出访行程伫当地时间7月13下晡抵达海地，停留无到5点钟的时间，随后前往后一个友邦国家。国民党总统初选结果将伫明仔载出炉，郭台铭甲朱立伦把握周末时间，分别伫台北甲桃园做宣传。针对香港反送中记者伫采访过程被警方赶，香港记者选择伫今仔日就街仔路游行抗议。新闻开始来看到总统蔡英文的出访友邦行程，伫当地时间7月13下晡抵达海地。蔡总统除了出席台湾商品展的开幕仪式，嘛甲海地总统进行双边会谈。不过，蔡总统只停留无到5点钟的时间，随后就马上前往后一个友邦，伫当地时间暗时10点外抵达。总统蔡英文来到海地访问，由海地的总统摩伊斯亲身来接机。这届离海地访问无到4点5点钟，原因就是因为当地局势也有变动。海地自2月起陆续有反政府示威，虽然即马情势较好，蔡总统有愿利用短暂的时间参观访问，稳固双方的邦交。总统表示，中华联盟的计划若会当动工，相信会当改善人民的生活。这当中包括新建高压跟区域微型电网，以及新建和整建变电所。等到海地国会审议通过后，就可以动工。Aussi interpelle-t-il tous les Haïtiens, quelles que soient nos idéologies particulières, pour transformer notre pays en un havre de paix et en un environnement stable.pouvant attirer les investissements directs étrangers. 台湾除了甲海地合作当地电网计划，也要为海地带来大项投资。团，请用钱。也不过大项到友邦投资有可能拄到无多知影变数。很好，辛苦了，辛苦了。其实大项前往邦交国投资风险也袂小，据可前报告，不仅纳法所投资3座太阳能工厂，却拄到断交。原来大家还有一个目标，就是说至少能替国家做点事情啊，去帮助当地的老百姓，可以替国家就多争取一些机会。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忘恩负义的这样一个地方，我想我们断然决定撤离。虽然巴西里也不过大项有愿无放弃，继续配合政府来到海地投资，继续伫海地短暂的访问。总统蔡英文随陪往圣克里斯多夫加尼维斯。虽然已经是当地时间暗时10点外，克国总理哈里斯有缘亲自接机，能够元首随后同齐检阅机队。暗时蔡总统无安排公开行程，并且有计伫过长江登上尼维斯岛，也是咱国头一位登岛的总统。台湾是克国伫独立了后第一个建构的友邦，30多年来两国关系继续提升。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民党总统初选民调结果，将伫明仔上午11点出炉。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甲前新北市长朱立伦分别伫台北甲桃园来做宣传。不过高雄市长韩国瑜是无任何的公开行程。国民党总统初选民调结果马在15号公布，各参选人伫民调公布前的超期礼拜二做最后冲刺。将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回访台北，并问到若讲初选失利，敢是可能脱党参选？郭台铭强调家己会拼到最后一刻，假设性的问题，马在讲。我会努力走到最后一刻，那么一切的状况，等到明天过后，选举结果公布了以后，我们再来看。高雄市长韩国瑜选择闭关无行程，另外前新北市长朱立伦是登到发掘地桃园。对国民党通知5位参选人，同齐出席民调公布记者会。目前除了郭台铭偏向无出席，朱立伦也表明未参加。明天用一个召开记者会的方式，用比较完整的论述、完整的心情跟大家报告。你这样不会期待谁胜出吗？没有，我是保持等距，一切就是尊重。因为党内初选民调结果将伫明仔15号早起11点出来，无参加初选的王金平表明，无期待什么人会出线。党主席吴敦义是继续呼吁党内团结，拍赢胜选。对媒体追问初选了后如何整合，敢是烦恼郭台铭脱党参选等问题，吴敦义只回应会继续关心，未去想其他。记者综合报道。
中国国防部今日透过官方网站宣布，解放军最近将伫东南沿海进行例行性的演习。虽然国防部强调，对于中国相关的军事演练拢有掌握，不过学者认为，中国主动发布军事演练的信息，对台湾甲美国警告意思是真明显。 美国顶礼拜批准对台军售案了后，中国强烈回击，批评美国的军售案损害台海和平稳定，也损害中美关系，甚至佫呛声制裁军售的美国企业。中国国防部早起佫开始透过官网宣布，解放军近日来将会伫东南沿海进行例行性的演习，引起各界关注。解放军这项演习是属于例行性的演训，国防部对于区域内的所有的动态都能够充分的掌握。 并做立即的应处。学者分析，为中国一直针对美国军售台湾发表强硬单话，而且这是总统蔡英文出访友邦，加上中国近期甲越南因为南海油田的问题各有冲突，中国主动发布军演信息，向台湾、美国甚至南海诸国的警告意思警告。东岸演习除了说是对台湾一个战略的潜讯号，它不明指，可是他做这个潜讯号，它就是表达很多用意。 都用来表达他可能的政治意志还有北京的决心这一类可能的那个战略选项。此外，虽然美国当局的军售案金额达到600亿，也不传出立法院三读通过的采购预算只有400多亿，也引起讨论。对此，军方强调，美国公布的金额总数是包括工业合作亚多、关键技术移转等的工项，会伫处理美国的发给资料后，评估作战实际需要，依照立法院审核结果，核实精算经费。记者综合报道。 镜头转来香港，香港反送中警察甲民众的冲突不断。记者伫采访过程当中，坐界被警察赶，所以香港记者嘛伫今仔日上街路游行抗议警方阻挡采访。示威的青年一直走，要来闪避警方的对立，着急之下想要跳过天桥，差点仔就落落去，加在互人赶紧救掉咧。 看反送中的情绪也未消退。13拜六，香港人发起公河上水游行，抗议大陆客近10年来出入当地抢买牛奶粉、日用品，造成生活受到影响。暗头过了后，警方对无愿意离开的群众来驱离，喷河浇水，也佫用棍仔来赶人，涂骹也留着真侪有废裂卫生纸。暗时更加扩大清场对象。 穿黄色甲的记者，用盾牌来弄去，也用大声来喊叫。而伫礼拜，不管6个反送中抗争以来，媒体遭受最摆驱赶，也佫有杀戮，甚至互布地弹攻击。香港记者协会已经接到29层的投诉，过度来使用武力。所以礼拜三起，记者穿着乌衫，发起无讲话游行，控诉当权者限缩香港的言論自由。 大家都發現咧，其實警方經常咧都用一個好大聲嘅方式咧參與緊非法集結啦，相信行家都已經俾人警告過好多次㗎啦。又或者話大家係示威者，叫大家冷靜啲啦。咁但係我哋認為咧，唔係大聲就代表有道理嘅。咁所以咧，我哋選擇用另外一個方法，就係用一個沉默嘅方法去向權力機構表達我哋嘅不滿同埋我哋嘅要求。警方佢就用一啲不合理嘅方式或者去武力去對待咗個記者，所以我哋先至會要咁樣去做咯。記者抗議連自身安全攏被威脅，賣講要充分發揮第4權的角色。傳播媒體代表甲陳情批交予警察，要求特首林鄭月娥愛履行伊2017年競選時簽署過新聞自由約章。反送中抗爭世界來發起，徛伫現場採訪的傳播媒體，這擺也真多抗議的其中一個。記者綜合報道。 來關心天狗日疫情，全台灣目前已經出現48個本土型天狗日，其中台南新增加一個本土型天狗日，但這個個案伊所在所在甲進前的案例攏無關聯，嘛互防疫人員煩惱，這是另外一波疫情。 防疫人員家己做小網仔向着民間天狗投藥，因為台南市閣新增一個本土型天狗日，被發是住佇指定區的獨居長者，衛生單位除了有風險噴藥，也加強檢測。不過，這件病例甲進前開山里爆發的團體感染無地緣關係，也互因煩惱，敢是有新的疫區。如果基因系列比對是不同的話，那就代表說有不同的病毒進來。
机关署不排除是新疫情，也毋过确实答案8日才确定。全台目前累积48例本土型天高热，高雄39例，台南9例，屏东地区虽然无传出本土型个案，却有民众反映疑似有人假做防疫人员，想要进入民家。穿背心啊？哦，那天好像没穿啊。哦，我们会去注意。嘿，那我们遇到这个问题，我们会通报。有民众拄到卫告人员无穿假啊，也毋过正常停事。其他人员只要出勤都会穿假啊，挂识别证。警方表示目前无接到报案，也毋过民众若有怀疑，会当报警。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高雄大城金龙果菜市场地昨发生凶杀案，一名妇人人被查囝的男朋友摕刀仔刣死。警方原本以为是死者查囝的男朋友一个人犯案，但经过比对，发现死者的查某囝嘛有涉嫌，两个人拢被裁定收押禁见。拜六西啊，嫌犯来到高雄大城金龙果菜市场，看到女朋友的老母就提出水果刀来攻击。今年46岁婚姻人互插着暗棍，送医死亡。死者查某囝当时也伫现场看到规个过程，却是甲嫌犯骑奥多巴来离开。警方最后在嫌犯走出的所在找到两个人，经过询问，怀疑死者的查某囝可能有叫这个嫌犯来刣家己的老母。检察官是依照那个当事人他们的供述以及卷内的证据来认定说，这一位证女她是涉嫌有教唆杀害直系血亲尊亲属的嫌疑。检警调查，死者反对嫌犯甲查某囝交往，疑似安尼埋下杀机，以为嫌犯会家己犯案。不过检察官经过资料比对，认为死者的查某囝有重大嫌疑，甲两个人申请收押禁见。有实在是无可能啊，免那强无咧，可能咱看到若要互刣啊回咧老吼，就当无伊啦。家属讲，死者甲查某囝感情真好，无相信死者的查某囝会叫人刣老母。不过嫌犯也被发现，敢若有无犯案，因为前一天互看到去卖场买刀啊。而经过规早起的审理，高雄桥头地院最后伊两个人对犯案过程讲法不同款，也要讨论要怎来审批对立，甲两个人拢裁定收押禁见。记者综合报道。天气热，民众若是要耍水，爱特别注意自身安全。伫苗栗岛南有3名男子，今日透早5点外，准备到大安溪要来寮溪佚佗，想要到其中一台车卡伫河道。另外一名廖姓驾驶想要协助，却无顺利被溪水冲走。目前警消人员继续在搜救当中。消防人员坐着像林船伫岸边详细伫搜查，另外一边又伫摆啊伫水面来回找人。传出落水失踪意外，这个死了的查甫人的老母来到溪仔边，希望能听到好消息。我9点睡觉的时候，他还9点还在家里。他是跟朋友出来玩的。我不知道。代志发生在礼拜透早5点外，苗栗岛南30多人开着2台车，准备在大安溪上游开船，挑战开车撩水过去。伫其中一台吉普车骑条咧无法度过去，死了查甫人要用家己车前的更数来协助，却无顺利跋入去溪内被冲走。你们是要过去干嘛呢？玩对啊，这样玩不是很危险？你们好几次了啦，玩过是这样玩。下车查看的时候不是很发达，给溪水冲走。我们现在来讲的话，是沿着那个河床上下去查看。又溪水串串流，两位看到朋友赶紧报案。消防人员往下游地毯式搜查，又下游就是大安溪集水区树林坝，即阵正伫扩大搜救。警方也以违反水利法开发。是违反水利法的话，大概经主管机关应该开罚1万到5万不等的罚金。警方讲，这3个查甫人是头一摆来到这，无清楚罪行就想要开车渡过，毋若违法，也有性命安全受到威胁。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南亚国家现在进入雨季，伫印度东北部甲尼泊尔拢传出有造大水甲房山顶严重灾情，灾害已经造成至少50人死亡。大水引入去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市区拢是黄色的土水，电火条也拢倒去。18起连续2天的大雨造成大水，也有房山情形。已经伫首都甲喜马拉雅山的印度边境造成几10人死伤失踪。气象局宣布，南部沙坡塔古西河进入高度警戒的状态，提醒这所在民众小心防灾。伫印度东北部阿萨姆甲阿鲁查纳这2个省，大雨造成河水涨起来，半花放弃
3天内2000外村庄来饮水，死亡人数增加到11人以上，有140万人受影响，民众唔知要对倒位去。আপনার ছায়া আছে যে পরিস্থিতিতে আমি ভুগি আছি আর মানে ইয়ার গরু ছাগল যি বস্তু আছে আমি পার করা নাই কেনেকা কত লই যাম কত থাকিম কত না থাকু আমার অবস্থা মানে বেয়া হয়ে গেছে একদম。伫个孟加拉东南部偏南的缅甸罗兴亚难民也受到受大水影响，今年已经有2个人死亡。每年6月到9月受到季风影响，南亚各个雨季拢造成重大的灾情。去年有1200人死亡，今年灾情预计也会扩大。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的纽约伫7月13暗时发生大规模停电，超过4万人受影响。当地消防局表示，停电原因可能是因为变电箱爆炸导火所引起的。13号拜六尾仔6点47分，纽约曼哈顿闹热中城甲上西区部分地区突然停电，为日头落山到半暝仔，路顶交通后续停摆，光是夜8城只剩塞车车流的车顶发光。世贸广场的电子看板暂时花去，周边的店家拢停止营业，几个地铁站大门锁起来。站内是规片乌麻麻，剩紧急照明灯，列车过站无停。百老汇公益区已经买票的观众也拢被挡伫门外。麦迪逊花园广场，迄个暗时正伫咧进行珍妮活罗培兹的演唱会，也不过唱到第4首，大约9点半也陷入停电。全场的观众拢真有特殊的疏散，甲真侪调伫街头的民众同款拢保持冷静，无惊吓，甚至随着街头艺人演奏跳舞，开了一场小小豪华舞会。I'm disappointed, yes, but I'm also glad that they got everybody out of there safe and sound, without too much ruckus, without it turning into the Hunger Games. 纽约消防局表示，停电可能是西64街变压器断火造成，位洛克菲勒中心到上西城一带大约30个街区，开下来超过4万人受影响。纽约市的电力公司联合爱迪生积极抢修，半了前后各地电力陆续恢复，真侪民众拍拍欢呼。As of a few minutes ago, all 6 networks and all 73,000 customers have been restored. I applaud all New Yorkers. When things are at their worst, New Yorkers are at their best, and they were at their best tonight. 这条停电造成包括火灾、民众掉伫电梯顶、意外事故，好佳在拢无造成人员的受伤。伫42年前，1977年的同一天，纽约市也发生大停电，造成规个城市大部分拢陷入黑暗。记者综合报道。伫国道上，常常看到开车插队甲逼车的状况，国道警察就受到民众检举，一台黑色轿车伫5股的交流道口，想要插队，佮故意来逼车，警方根据监视器画面认定违法，上当会当开罚3万块。黑色轿车想要为倒边插队，被后边驾驶骑喇叭提醒，竟然不满，要故意换车道改为正边插队，进入国道主线了后，继续恶意逼车，正启动转被后边行车记录器翕到。国道公路警察局收到检举，认定违法，已经寄出罚单，车主上当将被罚3万。任意迫近、骤然变换车道等不当方式，迫使他车让道，罚款，并吊扣汽车牌照3个月。国道警察表示，国道车速紧，随意插队逼车更较危险，较会造成重大车祸。国道警方会以前方车无定时巡逻搜证加强处理，也呼吁用路人唔通当场甲对方冲突，片面分心，违纪行车，会当用行车记录影像来检举。可以事后截取行车影像，向国道公路警察局检举专区上传影片检举。那查证属实的话，我们会依法自担告发。国道公路警察局为了加强处理插队甲逼车，已经甲高公局联手，买伫违规区域制所在，各加装各位置的录影器材，希望有效减少因为违规引起的事故。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到阿里山铁路平均的火车车龄拢超过15年，烦恼有安全疑虑。林务局目前要投入21个预算来进行改善。不要再进入轨道区了，不要再进入轨道区了哈！为了翕小火车，真侪民众跪伫月台顶面，本期乌车站连铁路区拢互翕相加单车的观光客占掉咧。这条107回新林铁路一向是嘉义的观光热点，拄着假日总是有真侪国内外游客。本身在马来西亚是在一个蛮城市的地区，所以很期待来这种。能够接近大自然的这个环境，很舒服啊，没有想象中的颠簸啊，就一路上就是还蛮好玩的，看到它的一些山洞、一些风景都还蛮不错。
这阵阿里山新林铁路本线平常时一天只有一班。林务局接手了后，重新盘点车辆甲旅运需求，因为现行列车整体状况无好，平均车龄超过15年，计划未来3年完成买车计划，并且增班。我们也已经编列了购置新车厢的计划，包含车头跟车厢，编列了20亿元左右，包含其中的10亿是购置新车厢，那另外10亿就是在提升铁道沿线路线线行的安全，还有轨道的安全。林务局讲，3年来也优化各车站，像是代表日本时代插座的车站、德基站，大娘条啊真需要修复。新北车站因应未来增班需求，必须扩充现有的腹地。而近期侪摆发生火车落尾事件，林务局已经发布建议林体现况中心，会透过光纤网络整合各站及时的营运状况。记者综合报道。台东县囡仔事务创办人陈俊龙不幸过往，今日举行公祭。副总统陈建仁代表总统到灵堂颁扬表扬令，表扬陈俊龙伫在世进前辅助偏乡绿色学堂长达20年的义行。副总统陈建仁拜二中道甲台东县囡仔册务创办人陈俊龙领导公祭，代表总统颁奖表扬令。陈建仁表示，政府会接续伊未完成的相关，伫教育甲社会安全网政策上做更较侪努力。我们大家一定不会忘掉你的初衷，而且会让你的初衷更发扬光大，让所有偏乡的孩子都能够在快乐的成长当中快乐的学习。20年前，陈俊龙登到台东，努力伫陪伴偏乡学习落后，甲中途长大的学童，互因放学了后会当得到像家共款的照顾，也搁家己研究课程，提供无共年纪的教材，陪伴2000多位偏乡学童成长。教育部长也到灵堂前推荐3顶教育专业奖章。香港艺人陈小豪2个月前来台湾拍公益纪录片，切晒陈俊龙发现伊帮助弱势义行真感动，也特别来公祭，并且表示，若讲有需要，伊愿意协助陈俊龙未完成委员。他比我还小1岁，他照顾2000多个孩子，这是我那个时候这很感动。台东囡仔册务创办人陈俊龙在新进前伫台东各地偏乡协助创办册务，成立文教基金会，提供弱势囡仔技能学习的机会，改变因的生活。基金会表示，未来囡仔册务会继续创办人陈俊龙未完成的相关，继续照顾弱势学童。记者综合报道。为着有效推广绿能，新竹市积极建设太阳能发电系统，涵盖范围包括29间学校的厝顶以及公有地等等。目前大约有7公顷的面积，今年的总发电量大约是858万度，嘛为市库带来500多万的租金收入。为天空中所翕的画面，会使看到学校厝顶拢是满满的太阳能板。新竹市自106年开始，第29间学校以及公有设施大量建设太阳光电系统。根据统计，目前年平均发电量达到858万度。那去年总共发电了850万度。那整个光学校的部分，全年的营收，当然学校是陆陆续续的并联发电，就已经超过500万的那个金额的一个售电的收入。这些收入有一半是直接用在学校来回馈学校，做一些学校的建设、图书设备的充实。在学校的方面，袂使利用这寡奖励金帮学校做基本的修缮维护，而且学生也因为厝顶加了太阳能板，在教室的温度上会使降低3到4度。在日头赤炎炎的时阵，学生会使更加专心学习。没有装冷气下的上课，事实上对我们的孩子来讲，在夏季里面是煎熬。但是自从装了太阳能板装置以后，我们4楼的平均大概可以降低到3到4度。那对我们孩子的学习的成效是有提高的。太阳直接照射天花板，所以就会变得很闷热。但是后来装了太阳能板之后，那之后在那边上课就明显感受到比较凉。就比较凉，然后就感觉比较好，就学习也比较好。太阳光电的设置，唔但会使为学生啊在热天上课环境有效降温。中部地区上低温26度，上关温34度；南部地区上低温25度，上关温33度。东部地区上低温27度，上关温34度；华岛地区上低温25度，上关温32度；
感谢您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咱再会。